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12月29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透过温暖大台南的号召，来照顾弱势民众的福利，已经吸引了侪善心团体来赞助。其中，台湾松下电器公司更是对104年开始，连续3档捐赠相关的物资来做爱心。上午，该企业嘛表示，明年就是因100周年，所以希望透过捐赠100台电视，要来帮助有需要的弱势团体。为了感谢台湾松下电器已经连续3档赞助台南市教育学习的白板、空气清净机、家电主歌等物资，而且今年已经大手笔捐100台32寸液晶电视，所以副市长吴宗营代表台南市的弱势团体，亲自肯定该企业发挥公益向善的精神。刚开始是捐空气清净机、电器用品，或者是学生的白板。在教育互动电器上面做了非常多的捐赠那今天等一下我要请他先讲今天这个大手笔，今年捐了总共多少？100台32寸的大电视，32寸100台虽然是第二次使用这是4大运开幕用过1次，然后他们整理回去整理，完全新的。今天要来转赠给台南市政府，我们是不是代表我们台南市的弱势跟老人，跟我们的所谓弱势青少年跟给他一个非常热烈的掌声。目前在组长整个全国的这种国家运作的我们的老长官赖院长，在前2天的整个的年末的这种谈话当中，也谈到如何去发挥台湾的一个公德社会的一种环境，让每个人从每个角度共同来关怀，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然后想会让这个社会更温馨、更活泼。那所以今年度我也相当感谢我们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借由上面写的这种温馨的这种活动，拿来温暖我们的心。明年2018嘛是该集团创业100周年的日子，加上因对着温暖大台南的认同，所以嘛希望透过爱心电视，将爱传送到台南每一个角落。电新闻管及郭国义采访报道。民进党启动部29号上午有一条抗议，来的不是别人，是资深的民进党员，大约有50个人。目的是为着要抗议有部分的市长候选人，为着要争取选举出线，既然甲民进党开除的议员来合作，毋望党会当做出出发，守护民进党的精神。开除无意见，开除无意见，开除干政府，开除干政府。咱们今日来向咱民进这个党抗议，抗议。这群资深的民进党员手提海报、画着口号，相当受气，前往民进党市党部。因所谓抗议的人，第一摆参加民进党内初选的市长参选人陈廷辉甲黄伟哲，指出因为了争取初选胜利，竟然甲违反民进党党纪被开除党籍议员合作，所以组织来表达不满。并且希望党部会当将伊的陈情书交予党主席蔡英文。阮无来说嘛，讲你一定爱参加阮的党。你若要参加这个党，你爱接受阮的党规，对不对？咱要求过分无过分嘛，因为阮是，这个民进党遮尔久啊，你害阮安尼无民主阮嘛有你看阮今仔就是要来叫处理，阮站在阮的党主席，看应该爱安怎来处理。为着要选这个市长，甲当时出卖民主进步党叛党的这个议员佮协作伙，我想，若互伊初选过了，
大拄啊，咱的邱老师咧讲的，讲对民进党提名的迄个地区要参选的人，敢有啥物公平性？无啥物公平性嘛吼。包括黄伟哲嘛共款，郭秀珠当时伫议会内底，安怎去主动咱的党票，大家拢非常清楚。安怎去侮辱偌轻敌，侮辱我本人，侮辱我本人无要紧，大家足清楚。有啊，有看啊。咱今仔看讲，万一黄伟哲去提名，伫专门区叫大家支持郭秀珠的时阵，对专门区提名遐议员情何以堪？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所党员所反映的，拢是事实。所以我希望党中央会当重视即届的这个抗议陈情这个行为吼。对此，其中参选的吴伟霆团队嘛做出回应。今天的活动有可能是造势活动，那也有可能陈情活动。那严主先生呢，既是主委，又是参选人，所以我相信呢，党内的同志或者是社会大众自有公断。不过站在黄伟哲的立场，我们团结所有的市民，是我们属基本的立场，不分党派，不计恩怨。另外，陈廷辉团队回应，陈廷辉参选的目标是做全民市长，照顾每一位市民，建设每一个角落。而且奥运会成立由无分党派议员徛台，拢由奥运会来做邀请。陈廷辉本人绝对无跨越党纪，身为民进党现任立委加现任的中常委，非常了解党的分制。电视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安平为着要发展观光，甚至吸引国际游客眼光，透过运河游船，确实互民众相当的期待。不过，议员林美燕甲地方的人士，拢反映周边的环境欠缺整体性的美化，要求市府爱彻底改善。安平运河游船对18号正式营运以后，成功吸引济游客眼光。不过，议员林美燕团队伫实际试坐以后发现，运河两边包括中西区甲南区的护栏美观差了真济，特别是南区也阁是旧式的水泥围栏。所以议员批评运河欠缺整体美感，对原本发展观光的美意嘛大大打折。对此，当地樱花里长嘛海头要求改善。观光地个占的所在就大嘛，对。啊，你完全无处理咱恁观光啊，暂时甲差够济，迄边甲这边的差甲伤过项。哦，变咩区淹嘛？哦，啊，你中西区甲南区的就像安尼，你若整个拢歹了两码事啊，对啊，规拢歹去啊。哦，啊，希望市政咱关心一下。辽尊哦，两岸的辽尊哈，沿线有2个景观呐哈，一个是非常的亮化美化，一个是非常破旧了哈。呈现出来说，让观光客会有觉得说，台南市是不是有2套的做法了哈？政策在是2套做法，为什么展现出来是2个景观呢？所以我们这边也要求观光旅游局一定要全面去做啊，不然让人家观光客搞不好当地的人会觉得落差很大啦哈。另外，观光游船对安业桥出发，前后会经过12座桥墩，其中樱花桥边有一支大型的运输水管。议员除了烦恼无注意，会造成游客危险，嘛惊会被恶意破坏，影响整个5期的供水。对此，自来水公司方面当场答应会进行美化，加强符合安全结构的保护措施。另外，主管机关观光旅局卖会同干务局进行护栏景观的美化工程。电视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调风局6年1科的基安成绩，嘛是大庙兴学10周年。主办单位特别举办保境护生大港小棒盘音乐会，邀请在地学生以及社区大学、大港分校等等的艺文团体做伙来表演，吸引了上千名乡亲拢到场，场面相当盛大。其中合作保境护生大港小棒盘音乐会，27号暗时伫海尾寮举行，邀请社区大学、大港分校以及大港地区的高中、各中小学等艺文社团共同来参与在地文化。活动现场热烈的音乐表演，吸引上千人调共同参与，为文化做节引起高调。
到3站吼，足侪小办判，就是咱乡亲小办判，大部分拢是咱下校足优秀的团体足侪音乐也好啦吼，不管有个足侪咱下校内底组织的社团啦，等等咧足侪非常丰富的节目。伫个31日呢，咱有一个歌星的一个联欢的晚会，伫下暗伫7点开始，到到10点。伫10点呢，到12点咱就是办这个跨年的音乐会，就是咱海尾中央局咱推动着一村一庙一乐团，将这个乐团呢全部拢集做伙，集做伙，有200几个人伫咱现场来伫10点开始呢，来用国乐。来表现着咱地方这个主题的声音，然后安尼走到12点，咱做伙伫遐咧要跨年安尼。大港小办判音乐会透过人的参与，连接其他人，让每一位参加的民众都相当的感动。也感谢中央局为在地囡仔建立文化舞台，可以当对老地的活动当中，也认识大港的历史。台湾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歇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常说酒量好，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教育部补助昆山科技大学成立精英训练示范基地，针对纺织产业建立了甲业界干部的累产线基地，会当用上届新的技术来染衫，同时符合环保、省时间等等的优点。昆山科技大学未来将会运用这个基地，让较侪学生会当亲自操作，并学习到目前业界所使用的技术。专心打造纺织、染整以及印花累产线基地，是引进业界上届新的机械甲技术，会当省去开办这个工课，用数位印花的方式，透过电脑甲机器的连接，真紧会当印出所制作出来的纹理甲图样，不但方便性大大提升，而且制作的过程也更加环保。在昆山科大这边我们这次投入了有4台的印花机，那在这边这3台是Mimaki它的基态算是比较新的那在它这种数位印花机，就是在这几年很好的事情。重要的就是它能够做快速反应，那在交期跟品质上都会有非常多的提升。昆山科技大学也真欢喜，会当争取到教育部的欣赏，将这个纺织累产线基地建立在校园内底。校长也表示，未来将会当帮助学生大大降低学用落差的问题。产业精英训练生产基地计划共选择了7所大学，那我们昆山科大很荣幸的是其中1所。那我们是在织物、纺织物的染整跟数位印花，拿到教育部4500万的计划，加上我们的配合馆，整合大概将近5000万。那我们现在所设置的这个内产线一共有2个内产线，那这个是跟产业界是同步的设备不然有些同步，而且有些甚至比产业界好，所以可以提供给我们学生，不管是大学端或高中高职端，甚至我们可以给这个民间的要就业的，或是纺织业要做职前训练、在职训练，都是一个很好的训练的基地。有了专业的机械器具，校方将会分别开设织品、色彩管理、印花打样技术、染整实务甲印花实务这3个课程，而且会培育22位种子教师，或者上届新的专业技术，会当开机散叶，传予较侪想要学习的学生，为咱台湾的纺织业栽培上届优秀的专业人才。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
亚洲产女学校伫咧每一档的最后一天，拢会举办感恩岁末联欢会，由各班以及各社团做伙规划办理一连串丰富的成果表演，以着感恩的心去欢送2017，并用着欢喜的心来迎接2018年的来到。 学生用心准备的表演节目，将花式调酒加入侪舞蹈的元素，而且每一位学生的造型拢相当的特殊，有日本武士加艺伎，也佮有表演特技车轮的。趣味的表演方式，也互台派学生看甲掌声竖起。亚洲产女学校的感恩岁末联欢会，校长希望借此，互学生会当学习到重要的品德教育。我们学校每一年。 在岁末年终的时候，都会办理这个岁末感恩的一个联欢会。我们是希望说，借由这个节目，能够让学生有一种感恩的心，能够凝聚班级的一个团队精神，我们把品德教育融入到这个活动当中，包含了所谓的励志歌曲比赛，还有社团成果发表会，还有关怀弱势的。 那个跳蚤市场的义卖活动，我们是希望在一年的年终，让学生以欢乐、感恩的心情送走这个旧的一年，然后以全新的心情来迎接我们这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趣味的表演过后，学生所调出来的酒也全部拢献予因所敬爱的老师，表达感恩。这也是落实品德教育的重点。 亚洲产女学校用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学生伫咧轻松的气氛之下，多元学习并了解感恩惜福的重要。台南新闻之后采访报道。根据统计，侪翁仔某袂生，3、4成拢是男性的关系，其中佫以精虫的品质出问题上介济。对此，市立病院为着要解决翁仔某当年袂生的困扰，透过中医的调理。 目前已经有超过6成患者恢复正常，互太太成功有心，欢喜做爸爸。根据研究报告统计，未生翁仔某当中，因为男性所造成的大概占3、4成，而当中的原因，经以精糖品质出问题上济。多年过去，拢是找西医做试讲，不过市立病院中医部表示。 其实对适当前开始以针灸加中药来调理，经过半冬以后，有超过6成拢会当自然有新。男性不孕症大部分常见的患者，大部分是精虫那个品质异常的部分。那精虫异常部分分为那个数量太少活动力少，或是形态不良，或者是异化时间太长。那这部分的人大部分是求助在西医大部分会用试管来解决。可是这一部分呢，中医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来解决它。那大部分的方法就是说，因为我们中医的肝经经过那个我们的泌尿生殖系统，所以在这个肝经的部分呢，如果是湿热体质，我们用清热利湿的方法；如果是肝气郁滞呢，用疏肝理气方法，配合针灸，那大概60%人都可以恢复到正常的这个精虫品质。 当然，中医师嘛强调，如果是先天性无输精管，或是后天输精管塌掉的等等原因所造成的，才无度以中医的范围来介入。电新闻顾问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同款是医疗的报道，接下来互咱做伙来关心高血压、心脏血管支架详细的医疗报道。 对着心脏血管有问题的病患来讲，一旦塌掉的影响血流，因为运动也或是出力造成急性症，甚至恶化成为急性心肌梗塞。这时阵可能就要考虑采用心脏血管支架来进行治疗。而甲过去传统的支架相比，涂药支架会当有效降低传统手术了后再狭窄的发生率。现在更加有一种新一代的涂药支架来改善过去的缺点甲问题。涂药支架是在传统支架的金属支架上面又加上一些特殊的药物涂层，那这些药物涂层造成的效果就是说，对我们心脏再狭窄的情况会有明显，心脏血管支架再狭窄的情况会有明显改善的情况。那有一些特别适用于就是涂药支架跟传统支架的项目，分别会列在这2项哦。在涂药支架包含说心肌梗塞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肾脏病的病人，或者是说血管病灶比较复杂，包含说血管比较细小，那血管病灶比较长，
或者是需要复杂术式的病人来讲，使用涂药支架都可以得到更好的临床效果。医师指出，涂药支架虽然改善过去传统支架的问题，但接受支架的病人必须定期对照，并且确实使用医师建议的药物，这是更加安全有效的治疗选择。但新闻加山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好天，有时侪云，温度18度至22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12月2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